杀个病入家庭。下中王的登基，没几了其随事实施。现在王日办代理主办人想，而且我非儿子马上就要翻了。没几天有什么？这个儿子一翻，自家彻底无奈。上当郎不如意，就说屋里还不太平。农三条也养死奴了。这些辰光养死奴太太都不得了个，不像现在一样，不结婚得了一单同居，当然忘记。根据相夫们的也总是的说出来，告你不这样抢。我一问，假说侬和吴一光相聚了，发生自压的关系。那么不受人忙越关，因为那已经拍不住吴一光了，只不过这个比喻是美。因此是那个结果当我养，哎，今在你人让没几火线条养了，那不了养，没几些失望里想把好相互没同人的个，几句上场四个男爸爸本个哇，不晓得不用，现在我对爸得来是样子，是男是女后养这个。天津是要叫奇怪，我受得人心，人就养这个女，为首先打开，养中国比不养好，努力抚养生成，找个生女高知真诚一样的，可以送正门顶。不晓得这个些娘不为他来发水，还不为他来说送正门顶了，在外想不得这些娘。独自起来，再有碰上来又搞王日办的儿子，王月比大公子，一代青年男女一见钟情，西山要搞不来又搞个儿子，那搞人好这个活了里水里。现在咱们某东的亲杀子打反而逃兵，不可能有一种世界之名的呀。那么这个三条养出来起名叫玉手，姓阿公姓没记玉手。自从德行能为运，实在养理想有700年了。加上吴一光始终分来，哪老师怕人在金邦去打听人为主来他里讲，是来想要吴一公子根本分为主去啊！有些知道罗大去的，他自比人后头是不来个的。其实吴一光已经死个。因为拿不得戏，因为你从领悟出来的，到苏州、富山、常州、镇江、八渡到扬州，走楚州，楚州都有在华欧，那么惠州金邦，这些辰光白露之自家金邦三太子的身份，被了抗击民众组织已经杀得个的，所以是不回来的。没几火山叫终身还没口碑，现在为摸了够当中来。那么沙龙光养的呢，12个臭五养的，哎，香港10天，12个送了，谁努力的也养个的。上天上8台儿子么该天是的，嘎嘎火灾，养到农三条。因为养子儿子在养牛的，在我货食品中死的了，我来得好啊！而且这样养标准的不得了，更好呼吸，那么真是为当你丈让明智。你准备啥？等到你会沟通，今朝真个错误。没几岁，他农三条了死亡里向刚刚实施。哎，是吴玉光哪回不来？这让我去受伤呢？不晓得那个真女士们不来了，高女士他来个的，杀你们生日酒吧，生日酒做那样，这当时大家两个天津组织夫妻的呀，我刚好个呀，只要跳舞网上嘛个人搞个回州去。
这不打先叫走上去夫妻，几次三番围出来，也想进相府门，始终不许。杀鸡当初183章当来讲好的，要打工干人的。那么今在一来，来规矩谁得神父屋里出神父啊，我要积极了，想要积极搞职务了，怎么说的啊？我要去亲自想要，所以神父进来是来想要，甚至就个出来的，哼，这不急，这想要一进不急不来个，那时候是非要怕的用上了，我说是弄他老的，说些我也怕叫用上了，哎，这有得对。不然呢？让你进来只是在积极因子吧。这样一来嘛，神父到屋里，林子生日就进相府到此地西市场，当时没几火车叫不想起来。欧爷，神父，到里边见相爷吧啊！谢个在，生日就到带里向一口嘛，上年阿爸走开了嘿。哦哟哟，上年阿爸，哈哈。上有不急，真正去几十载，嘿，终于几个，那给他当的上年阿爸，可得听我在。不，可你举武器，这年头我真正该那种女婿，但100之内，我认为不难干。我上面老乡中官是打理3年女婿官，要怎么写这武器了我？一去。罢了。哎呦，小子上年吧，快快起来，受了讲话。哎呦，我也客气你，宇宙那里？那时候还不神父这样说，他的跑上来。一说啊，上年吧，当初小女与你深情背当，但你搞好，那去跳舞王子帮哥哥你搞围出来，他的是上去夫妻，而你不然，这桩事情。你背得真像了，这生日就要享福了。刚刚走过来说完分还一口了呀，马上闷着。上年吧，你们去该张事情呢？我听那个闲话，气得开王是吧？嘿，介绍个小句来，这个相信我，水里没分水里我的。叫然我带地堂与我们去做个阿子。那么个王高经常进去的。让上年吧，也想湖水门不这个地上个不？现在个网上不得了，仅出谁家店和会办理个呀？嘿嘿，上年吧，我为分湖水个嘞。你如此的不中用，怎能走得我是养父的东儿床？啊？可啥个意思啊？阿是在今天你让你为想老婚啊，来不及这位。上年吧。不是做女婿个不毛的，真切是不机会。鱼一趟，我个后盾个字扫在这地心里嘛，像亚萨里多夫妻俩高头开。嘿，那想得的，网上那个写句了，那宫里想，他是吃啥么子嘛？柜子里也白子一袋吃个，所以外头来不把理性安不吃个。那么谁有那个女人呢？介绍这个女人大哥养过300天个，豆腐狗渣里不少。是不是吃子粮我会等不自己的？嘿嘿，上年把我不接不毛的，实在是力不从心呀！你不能怪我给。你这个不用啊！你今在这里的，你今日到此为了什么啊？上年把，今天来做啥嘛？你凑5万，一来嘛，当你上年阿爸报个你，这个你来嘛。嘿，我想看看哪个侬，我不个高支部啊？那这是最女人，这高支部我对大伙摆来海个，是个也不来反对嘛，我也摆起三条了，还有杨柳嘛，这房间嘛重新打扫，不要摆啥了。我有理不让你反对的，一说我们欲望在天，大家在心里待待，我能不来，那几天网上嘛搞人搞，那事体分是真能与我与儿见一面。哎呦，代理妈妈来着，那个头上点是疼啊这个，你不功夫这不娘家夫妻爸爸的呀？可说的难听点嘛，就是吃果子嘛，还有的偷偷给了我。根本随便来吧，
接着你上娘报啊！如果是你今朝再不让我到高处不去排队嘛，我不记得。哎，送了给他，等你大哥病啥子老的？哎呀，不能当你白面孔了哇！那老范，俺无知多一周没有噻。哼，好，那你们是提分办事的，今朝我忙开一面啊，让你当我能去排队，从何走啊？拉错。我喉咙一响嘛，马上就让我去排队去。我想呢，等那个来人没啥到排队，接得去见见高知部孩子。哎呦，三娘爸，刚才终于是个不老汉，三娘爸多多牛脸。可阿也可以。沙丹神父眼睛傻傻的进入林里之下，神父就领着听的，过来了。我爷，哎，神父，里边去见小姐吧。哦哟，等待今天老汉去见高知部在。哥哥，叶神父啊，你来该做啥？在公衙门的领楼呢？你想啥有考试到那领楼了？我的领导理想，安不里排队那可不能。介绍大致的扶梯结构比甚至就也想上去嘛，神父努力一拉，是我们要亲自协调。协调许难上去，哪么来还上去？不晓得协调分出来我的称呼，可见甚至就20来个呀，你来说耶，是我要排队协调吧？哦，那么协调会在我们呢？那个事体安排成功了，事体都分配成功。事体分配成功那天再来，但你协调对后，马上也动身。那么你协调等到你后面呢？所以协调刚刚。你实体实力在，马上上来排队。实体不实力嘛，不打来见面个耶。有个中头名字提高哈，要想上去，给他神父努力一拉，是来上去是时候呢？不好肚子吃的。你现在也不跟搞不来了，叫要规则负面那位没办法呀。那么总是你还打你8岁，还打你出气概，那勉强搞不来噻。你一点点活动也不，你哪不得让你上路？这不是哪种法？你去动脑筋啊！介绍我对说的看够要啊！还你的不够你当中，那种实体办事的，是实体实力，大众广大，大年接风，把嘴后台，别都饭，你当个气法。甚至就也想冲上去嘛，给他政府努力拉了。既然你上去了，今朝西洋经地步差错，上头一塌瓜子，我头一口子要抽戏，500万把这还玩出来了。没几岁的做工卖哈，咦，说你是难玩出来，这个小叫生活复杂起，不要自己试一次打个棒队，那我们讲没办法了啊。那么说呢，现在王子王屋里想还有啥个情况？有啥事体？没啥事体，有啥都没事情呢？哦，就是讲这个小出了介绍养到个人，好哟，养到个人不得了噻，好有欢喜得来啊！而且嘛，这个小娘我们昨天既能往高相依个了，比2个儿子啥欢喜？哦，这不是这个，你王子王没办法了。你当奴个小娘不要打得来，你当农居奴小娘打得来，我手呢你是打工，那娘呢当奴一斤等了一单，可是你光要说是，你自个不站起，你不要光我干，我们甚至就像大人不来个，小官出现来个，说听我王高经常进出来，所以垃圾为女的妻子等外面努力送出来。甚至就外州谁当有我们从个你开始的你找到自己王法了，想办法弄些个100块，不晓得你外头可以不想内脏不自个去，几次3杯喝不了水，眼睛一眨，11天过去了。今朝真的送有些要价值，今年有些天不得了。实际呢是小中王的登记下来第1个上牛岁，要用5天，正月13到正月10天。压力你敢天气高的，
杨部队支付我们不必打好一台，全国各路等在集中得个谈话，老百姓出来口灯闹有效。今在你里王日班屋里向还是那么的不得了。有些的你各位牛就些叫满额大家再来吃满额去。来想想看，现在王日班做得是代理总办人想了，啥人回来怕那磨皮啊？所以来个客人实话说不清，所有厅堂厢房们全部在什么时个人来？到大厅了，王日班老板一个职业的客人，是客人其实是干人，啥人？现在好，现在我为在食堂上做督察御史，最近为自我费个20问题，好哟，忙得不得了。今朝忙里推移来吃我三顿的满额醉，王日班亲自作陪。那么现在王日班做到代理总办，不应该是比那先生大了。陈局叫现在我恩师大人，一边嘛陈局成立学生子，刚刚说什么最不切切，哈哈哈哈！哼，一去呀，恩师大人。那你老师啊，杨文光申请刚过。吕德清赛的不怕不打杀，总是现在你还背了身了。是啊，没几岁，没人来临啊，还有点扬眉吐气。而且现在屋里有养子的男真个好个啊，3年当初是养子3个，不过一起啊，我想此番屋里是否能够再生一子啊，岂不是我们皆大欢喜了啊？东官。因为门里2个儿子了，一个不先生，一个不了上人个。现在么眼眼的养那个爹娘，这个来了为王高相依担心。恩师大人不必担忧。若里娘子年纪尚轻，这样几天么完全没问题个哇。这是我晓得个，你才刚刚上好了，经过这样了。别留下来养不养？谁养男不养女子，他没他一个娘。可是不这个切个。一个养男养女弄起来说实话是啦。有女士都会养，你养13个，侪是小娘，个个侪是妹妹，每个家里有13妹了的啊，是吧？不是个刚才神经养小娘嘛，还来得个哈。个女三个嘛来得个太人欢喜哇。还我说出来，现在我有2个儿子了，还要越变越坏。将来见他们几天两门相依。哎呦，在上海那是个汤锅里看到盒子里哇！你本当一只盒子里吃饭个呗？哎呦，那欢喜吃大锅饭个，哈哈哈哈哈！那么今朝我们来吃熬山奴满个去，那么熬山奴还要打出来喝一口。比起啊，将卫生女抱出为比，长老风雨记上一记呀！是。马上归在屋里，是快点带吕老乡当到这条办下来。屋里带吕老嘛，直到前院里夫人讲，要说夫人啊，我的来头一口3条。院里听见说只要一口浓嘛，就归在个老娘拿3条办下去吧。老娘姓啥叫什么？现在办子天津3条说单词的，那么3人刚刚满的，也不会讲闲话了，这不是一本大人让他抽戏呀！哎呀！外公阿爹来上头，3条妻子呢？外公阿爹在。外甥女怕了。就是外公阿爹。这3个外公阿爹不是不见个，这等满我去吃吃饭，露露吃个，马上拿出这水沙子，里向才是皇后，后等等分量，主要对你监督。有根力量，黄金根，放个堂队一块肉，上头我开2个字牛酒。那个杂志们送进去，最收为3条个死亡。再说拉出嘴巴的个小娘啊，哇，哭子一声。现在我听见小娘哭嘛，我妻子的嘴嘴的神手指了，哈哈哈哈哈哈！玉琪啊，怎样？我们在此饮醉吹落，外甥女啥水不着。拉出嘴巴，把这里进得了，抵抗你走吧，是吧？你都得这样靠我把子，弄我不进子，今日为必十闹必败啊！什么？将小鸡抱出为必，一上他去开等候吧啊！哎呦，吓死外公阿爹啊！什么听见这么靠我的不得了？
既然落到是天奴也口，什么自个才出去呀？但是你这个老娘一个地下人，一反正这是我办出去的了。师傅听见大年这个规则嘛，还是靠不得不得了。你带一嘴，给这个皇上嘛一听嘛，耶，先生，侬刚刚蒙我的眼睛啊，分张开了，你东上口灯呢？我讲牛先要天来这个啦，虽然俺办出去变东王个，不许你出去吧，我不叫。先生面子一路不路个，一种呢就没这干，我们来规则一上吧。那么是什么？现在困着着，马上就当个围进来，营收费最有啊，但是外头走他一球，马上就围进来。不晓得你们这个规则个什么会得走错他？哦，大人规则个，现在困着怎么也进来个？那么现在眼睛张开嘛，进不去口干了。哈哈，大人啊，放心，我写得在。我讲个听，你出去口灯去咋？当对，当对。当对，介绍谁是哪个写的当出来这样？现在谁在无差个来哦？刚刚每个三个东沙都没口灯呢。王子王不好意思努力还出来哈，什么么偷不才？大子三个出来，哈哈，那么出事体，门房开里，生日就打金金两高的单脚白浪起来就，一光12天噻，不机会了。就算现在科技的老娘。把这些狗出来有个中好机会干，哈林吧，是不是？你打个什么没说这个样？哎，还有好处不理的这样。就说是你出来口灯，把这些狗太一个来，我不来打你怕，你们吃空身体口灯，那么什么项目你们一进来望看，哎，让你把一把好，这些狗高不生日酒，生日酒是你不来口灯啊，我总归跟上来的有的啊。等到大头高浪一个眼打火，生日就包子小狗缩了一头头，今朝我大功告成了，哈哈！我把这相夫哈搞错了，哪还得靠住等了一大周啊！大高浪三铺板上说是人生与盲症，一点乡里乡的浪进来啊！我现在真的是乡里乡奔过来一个人。就是水里向还摆还一个小狗了还，那到自办个小狗不知道病我以为是虚不散特，在沙里嘛，哇，哭子一声。生日就听见小狗哭声音，自家睡的小狗一在眼睛就能碰到了噻，声音的门里来，带起就一个哎呦，叫我匆匆来个人，是个不认得不要紧，是个认得不要做三门四个啦，一个也是个的。认得的，我讲没呀个，门里来个啥人？此人叫吕青，是神武有我们的阿师。你留下来市里向两三个是自家人们了。那么你是温州人，工资上关系打生日有认得，同乡人一旦去接触，这个朋友大家的没呀个，哎呦，眼眼的爱得不得碰到你吗？那么你看见我手里牌子小狗被一门的。那个小狗们落大来的了啊，再不清爽，分开，啥子呢？那承担个头来，你看，我们来弄小狗高一上想放一放，如果是掐劲儿，个没定下来，如果这样配的在敷一两三嘛，我们把这小狗再追，对个，这次给你用蜡烛纸把忙从高一上想一放啊，怎么给到吕青呢？线路一哭嘛，你得一晃的了。山丹雨的口口，不能注意。再山丹门前一口吧，哎呀，门前来个人哇！这你的这个人不能认得我讲，看见那个小狗事体，张扬出去可是不得了。不晓得对来个人这面孔一口嘛，眼眼的认得的。但是不要紧，是自个眼海上也生日酒。哎呀，能个钱，我今家的本当就是来顶上的这个样。想不到路浪先会的房上嘛，喜出望外，眼睛带里门的，哟，我大叔叔哎，原来是十九兄。也是非他的配的叫做不离口气，接应是高，接应是高，高是高，我不想管，做工作没好，我当啥人？原来吕青兄。哎呀，十九兄，哎，真是巧极了，我怎样行走于你？
当然上龙有高脚，而且到谁在听我干？一个今朝不吃2盘鱼，让我去，在我吃醉了。哎，已经爱个在，我要口气完。当然2盘鱼有啥体？过日再说，过日再说啊！哎呀，生日酒啊！我当的朋友搞得这个也好，今朝我有事体来就叫你欣赏的。你那科技是我高起高矮冷冰冰，我不实在龙江那里子，今朝的事体在半夜里帮忙了些。这个让我来求求你吧。哦，要是就兄啊！今日此次，定要你19兄来相帮。哦，那细水相投一杯。当一自己具体事体没来讲好了，我举下去了啦，事体不对，那对不透的话，那么刚刚刘比赛听你讲这话，这个刘青兄啊，这有事体来上块地讲吧啊！这个19兄啊，这件事一言难尽啊！我操，都没上来哇哈，我们到底哪年？19兄。体会瞒我来，啥个事体瞒我呢？想当初我进军去那功名里，那次下不对而归，刘青兄那个体听不大好，那个事体当光只是1比2比，起码10条不比。用妻子的来专门从我来尽量来呀。我说那我们他那朋友了啊，我和同乡有种地讲不来听嘛，婆婆难为情，他张虽然从小订婚呀，但是呢，这个老大人势力，我那个天什么老太，我3岁那么搞不是生活自由，做偏方小菜，出3多对离婚夫妻，我们耳朵里听得老家去个噻啊。这个事体你的确是晓得的，但是留下来难就不清爽着呀。留来为啥子？这份讲开，有时在不起心，你到杭州的满人，你对说你是3岁的那个别想，那么只有过水流呢，让你我们里面这个20，那么趁只有过公车在我们，你就在里向到3岁的这个欧中往来，你在那时为只有过都吃亏了，还是吧？哦，要19兄，谁的出现？那么来往子们的哈你，来往子们不灵着喂。
来，面孔像娘单飞去十里。先说他个娘们不是呀？但我这面孔也是一样。他个前天呢，只有个公车在啊。但是昨日要了下杀伤力的走来着。但是我面孔呢，为分不里看见了。几个不里一口，但我雷青长得也是一样，是去背抽吧？对吧？抽吧我来不得了。我顶顶起码还去3年过世。家水来不对着，也不了总不过我家看到他个样。有吧？为望你水下弟子水洗等下事体大茶水来牙齿死人面孔大里想不够抽把我来听明讲现在不想我写狗干等我各位你们这个在那喊呐喊可不我现在有一个写狗要送到想不起来不那个写狗我不得水我来吧还有啥个办法别米了帮自己的忙也不花我个事体动动脑筋口是说空山拉到想机会我是是呀这小人儿的打工的人他去下等到每人年年的办法就改天你噻一动脑筋嘛于是我想双女把他们相逢去努力与身上八胎心去开我们后路吹济公一个在从此为主封门楣我这个某某他不准这个我们两个对他把它讲这个弄错的是在新牛里不是养一个也是双胞胎该想双胞胎才是女我谁到得来这个还是解决问题是吧想这比比生得意那之下强把赢真可气高一让写个啥子印这个哇可自起来雷青过到奇怪侬现在困到这个咁落到来个电脑哭声音呢对不住是一口嘛19兄这小儿哪一家的可这个我不管你的呀你并无家室哪来的小儿这个要么当我一样还是推不养了这个这他对面是特夸张那还讲我不跟我光不写怎么当我不打高设置我们根本他不能给开着一种呢就不要紧我不讲不能我现在是我不对此话怎讲你听我讲呀你问我强把因爱后吃的我们风雨家是狗的婴儿是样子小婴儿风向人人好做不对原来是此
三狗啥人都特呀，我爬起来看看嘛，哎呦，被别支开，那么我想我不会再太子了，那么是不可能有些白，我想努力领导，哎，将来么呢？啊，大里3个女婿还有半字之看啊，那么我有这个三狗呢，哪个农业该分我龙不力气吧啊？哎，对不起啊，哎，解决问题是吧？遇到生计，那只是把一把，对吧？刘星星啊，等来何大位吧啊！十九兄，嘿妹，难了。先的预购之意在此，不及你口允诺非。什么的？你就说有个办法，啥个办法讲？那何为技术？寒门学子中状元，家一名放牛啊！患难发妻得休书。不是啥个病入家庭？究竟是忘恩负义，是放牛好为的力量，还是歹人勾线？努力发展海苔。敬请关注长篇谈词《双玉园》，5月27日起苏州电视书场。那么过些辰光，甚至就把这个三个是意外得起，哎，我不问题开。忙生没几相夫来，来规矩谁带神佛里？是神佛。那这个三个是王上人刚刚满个，把我把他来的啊！老丈人刚开，这做孩子一桩事体嘛，我和他搞主登里来的，搞主登下来的。哎呦，在这种像老水咸菜，哎，在都中还知道刚海到整个，哎。在这种像老水咸菜的都中下，刚海我在手里收拾无闹，哎呦，你这出不冲进来吗？呀啥？哈哈哈哈！这个一年来真的想杀死中国人的话，大伙一看，前面那个头人走着，介绍里让人讲想杀死中国人个子。那么从内心来讲，这个一年来，我还让他牵起来真是久。虽说生我是满把先生，乃是空头狗样。不过呢，你三年这个夫妻但是真的，但是你这对夫妻，也可难。